音乐台银迎接开工日，航员充满喜气，真有精神，就像透早天气同款温暖。不过今仔日透早受到小冷气影响，各地气温较低，全台上低温伫苗栗通宵，干那8度半。不过因为冷气团减弱，各地日时高温有20度以上。不过过道阁要开始变天啊。云系到了今天晚上会是带到一道锋面，而且是逐渐的接近，甚至是通过台湾上空。所以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，受到锋面整个通过的过程，天气上会有变化，温度上也会有变化。全台各地，包含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都是降雨几率偏高，容易有下雨的情形。东北风明显的下来，所以在温度上，北部地区会有一个明显的降幅。我们预计明天白天这一整天，可能北台湾的低温。气温大概都在14度到17度之间。气象局表示，拜暗时到拜二透早，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。拜二日时了后，中南部日夜温差较大。北台湾爱直到拜五了后，东北风减弱，温度才会较低。民众出外要是会记得早雨伞、穿雨小，避免去感到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